荷蘭嘅寧靜夜晚，撈花無線電望遠鏡陣列如鋼鐵森林，徹夜不眠，靜靜聆聽住嚟自宇宙深處嘅呼吸。天體物理學家卡林仲仍未休息，佢嘅團隊正在觀測普通嘅紅矮星，嗰啲比太陽更小、更溫和嘅行星。但今夜數據中藏住不尋常嘅信號，19粒行星中有4粒古老平靜嘅行星發出咗理論上不該存在嘅明亮無線電脈衝。呢個唔係行星該有嘅聲音，佢喃喃自語，嗰信號如同心跳，規律而強勁，彷彿喺呼喚住乜嘢。一個大膽嘅念頭喺佢腦中萌芽，呢個聽起嚟更似係行星嘅歌唱。團隊開始構建數學模型，試圖解開呢個宇宙之謎。一個驚人嘅假設被提出：呢啲無線電閃光並非來自行星，而係來自圍繞佢哋運行嘅尚未被睇見嘅行星。喺嗰啲遙遠嘅行星上，來自母行星嘅行星風，由高能帶電粒子組成嘅控流，正與行星自身嘅磁場激烈碰撞。呢場宇宙級嘅碰撞激發出無比強大嘅極光，不只係可見嘅光輝，更係跨越電磁波譜向宇宙發出嘅無線電吶喊，就好似木星。卡林仲解釋道，木星嘅極光因其強大磁場而無比壯觀。呢啲係外行星，可能正上演住類似但更極端嘅極光劇場。佢哋正用無線電波喺星空中書寫自己嘅存在。呢個發現令人振奮。如果極光嘅無線電能被偵測，咁天文學家或許就多咗一種尋找系外行星，特別係隱藏行星嘅全新方法。尤其係圍繞紅矮星嘅行星，佢哋常因母行星嘅劇烈活動而難以觀測，但極光嘅無線電信號卻能穿透星際嘅干擾，跨越160光年嘅浩瀚虛空，將佢嘅歌聲送往地球。卡林仲想像住咁樣嘅畫面：喺某粒遙遠行星嘅極地天空，絢麗嘅極光如帷幕般搖曳，上演住一場盛大而沉默嘅光之舞。而咁無形嘅能量，經過數百年嘅旅行，最終被人類捕捉，成為一首嚟自外星世界嘅用無線電寫成嘅信號詩。我哋一直以為極光係沉默嘅光舞，佢喺研究筆記中寫下，但而家我哋知道，佢哋其實亦都正在吶喊。或許整個銀河系都充滿咗行星藉由極光發出嘅低語，只係正在靜靜等待我哋學會如何去聆聽。團隊將繼續觀察呢啲行星，驗證佢哋嘅理論。呢個係一場漫長嘅守望，但此刻佢哋充滿咗前所未有嘅希望。如果成功，呢個將不僅係一次科學突破，更將係人類與遙遠世界之間一道由極光鋪成嘅無線電橋樑。而喺無盡星海嘅某處，正有一粒行星，以其絢爛嘅極光與無線電之歌，靜靜訴說住自己嘅故事，等待有一日被另一個世界嘅智慧聽見。好多謝各位睇到最後，希望大家鍾意今日帶俾大家嘅故事。如果鍾意嘅話，請幫忙讚好訂閱，同埋好歡迎大家留言一齊討論。今日嚟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，拜。